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14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99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05天。前线共发生195起战斗，博克罗夫斯克方向依然最热，发生了60次战斗。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被占领的卢甘斯克一个弹药库。乌军在苏梅州的金德拉提夫卡地区成功推进，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乌军又收复了弗拉基米里夫卡以东的多个阵地，俄军已从马亚克和潘基夫卡定居点彻底被赶走。位于波克罗夫斯克以北的俄军再次陷入作战包围圈，另有100名俄军士兵被困无法撤退。俄军的夏季进攻以彻底的灾难而告终。9月11号和12号，俄军进攻了库尔斯克州北部和苏梅州，包括苏梅市北部的金德拉蒂夫卡和奥列克西夫卡附近，以及苏梅市东北部的瓦拉蒂内、亚布卢尼夫卡和尤纳基夫卡附近。乌克兰军队在安德列卡和瓦拉西内附近发动了反击。在苏梅方向作战的乌军发言人报告称，由于乌克兰防御行动取得成功，俄军在苏梅州的进攻活动有所减少。一个俄军的摩步团和2个空降兵团目前正在乌军旅的责任区内，使用由4名步兵组成的小型火力小组实施突击。发言人还表示，俄军最近已开始使用无人地面车辆为地面突击提供后勤支援。9月12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说，他主持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重点讨论了加强乌克兰的防空问题，特别是防空系统及其导弹的供应。说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向会议汇报了前线局势。根据泽连斯基的介绍，在苏梅州，乌克兰军队挫败了俄军的进攻行动。截至今天，我们可以明确指出，俄军在苏梅的进攻行动已被我们部队彻底的破坏，边境地区仍在激战，但俄军在苏梅方向因遭受了损失，已丧失进攻能力。泽连斯基强调，总统补充说，乌克兰防卫力量还在顿涅茨克州和扎波罗热州积极抵御俄军的进攻行动。根据俄罗斯方面说法，说俄军在库皮扬斯克进行了一项代号为管道 3.0 的行动，有点类似于咱们以前宣传的地道战，就是俄军它建成了一条从莱曼佩尔什伊通往拉德基夫卡的地下通道。在通道内，俄军士兵乘坐特别推车，甚至在某些地方使用电动滑板车，整个路线耗时4天，因此通道内设有专门的过夜和休息场所。实际上，这个俄军是故伎重演，大家还记得吧？在苏贾市，俄军就利用废弃的天然气管道，从管道的一端进入，突然从另外一端神不知鬼不觉的冒出，就插到了乌军的后方。一群俄军突然从地底下钻出，对乌军进行突然袭击。但这一次，俄军似乎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这个俄军宣传故伎重演，在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叫菲利亚村，俄军先使用多管火箭系统和无人机进行轰炸，后派遣人员在一处房屋上插上旗帜。数分钟后，乌克兰部队迅速清除该区域，将俄罗斯的旗帜拆除并升起乌克兰国旗。菲利亚村目前仍处于乌军控制之下，实际上这就是俄罗斯的特种小分队这一种打卡插旗行动。根据这个图片报报道说，乌克兰很有可能会发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反攻，计划进入俄境内，直到彻底摧毁俄军并掌控俄政局为止。这是图片报报道的，也不知道这个消息从哪儿来的，说乌军恐怕再一次要反攻俄罗斯的本土。比尔格莱德州的州长格拉德科夫表示，他说过去1周夜，该州舍别基诺区9个居民点遭乌军150多架无人机的袭击，几乎所有无人机都被击落。格拉德科夫指出，比尔格莱德州的11个地区46个居民点
遭到乌克兰袭击，乌军发射38枚弹药和272架无人机，其中209架被击落。格拉德科夫补充说，别尔格莱德市遭到18架无人机袭击，其中8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防空系统在别尔格莱德州上空摧毁了6架乌克兰无人机。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9月13日8时至12时，值班防空系统在别尔格莱德州上空摧毁了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根据报道，乌克兰无人机9月13日击中乌法市新乌菲莫斯克炼油厂，该设施主要从事原油加工及多种石油产品生产，年处理原材料能力是740万吨。又一家大型的炼油厂遭到乌军的打击。在俄罗斯本土方向，乌军8月份对俄境内通过导弹深度打击，摧毁了俄方60个目标，其中包括燃料生产企业、弹药库、防空系统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无人机在8月份共击中俄军 6.7 万个目标，将中程打击计划效率提高了 18%。乌克兰武装部队8月份歼敌总数为28790人。当然了，俄军也对乌克兰实施空中打击，双方互相轰炸，这个越演越烈。在俄乌冲突持续严峻中，俄军近期明显调整了应对西方军援的策略，从以往的外交抗议转向更直接、更高效的军事封锁行动，核心目标直指阻止西方援助的武器装备落入乌军手中。此前，面对美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输送军事装备的局面，俄罗斯多以外交途径表达不满与抗议。如今，俄军彻底转变思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北约军援运输通道精准打击与严密风控上，采取来多少炸多少的强硬姿态，企图直接切断军援流向乌军的关键线路。俄军的这一策略调整不仅有效削弱西方军援对战场局势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美西方国家持续援乌的信心，成为当前俄乌冲突中影响战场态势的重要变量。什么意思呢？就是乌军现在通过9月份，他找到了俄罗斯的命门，专门打击俄罗斯的钱袋子，主要是炼油厂，给俄罗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俄军也找到了乌军的命门，他主要打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的运输路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在12号在雅尔塔欧洲战略年会这个演讲中，他说：“我要特别感谢凯洛格将军。”他说：“的确，他说我们之前并不知道，但事实证明，他说凯洛格将军就好比是防空系统，而且比爱国者导弹还要先进。为什么？他说凯洛格将军，您每次来这里，每次您到基辅，基辅居民都能睡得安稳。我希望你能走遍乌克兰所有城市。我们希望我们国家能再多装备几套这样的美国防空系统。”什么意思呢？泽连斯基说，他说当凯洛格将军访问基辅时，俄罗斯的袭击就会减少。他说如果这能促使俄罗斯同意停火，他愿意给予凯洛格将军公民身份。什么意思呢？就是泽连斯基拿凯洛格开玩笑，他说这个俄罗斯害怕凯洛格将军，凯洛格走到哪儿，俄军就不敢站那个地方，怕误伤凯洛格将军。所以泽连斯基说，那你凯洛格将军在我们乌克兰多走一走，每个城市都去一趟，你去的那个城市至少那2天要可以睡个安稳觉。那泽连斯基的这个意思，好像俄罗斯人还是比较怕美国人的。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9月13日，乌克兰财政部宣布，作为世界银行金融援助计划的一部分，乌克兰将从日本获得 2.46 亿美元。该部在其 Facebook 页面上发布这一消息。该笔资金将用于支持乌克兰的财政管理，并以贷款形式转拨。该项目的总体目标是支持乌克兰政府在国家从冲突中恢复的背景下建立有效的公共投资管理系统的意图。不管怎么说， 2.46 亿美元援助乌克兰。乌克兰的外交部长西比哈说，他说丹麦对乌克兰的援助占其 GDP 比重为 2.9%， 居世界第一。
这个丹麦也是够意思的，拿 GDP 的2.9%来援助乌克兰，这个可不一般。要都像丹麦这样支援，那还了得！将近 GDP 的3%直接捐给乌克兰。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他说丹麦已放弃美国爱国者系统，选择法意联合研制的远程防空系统，并签署价值91亿美元8套单元采购协议。这是该国历史上最大单笔国防投资。首套系统预计2025年即可投入作战部署。丹麦放弃美国的爱国者系统，而买这个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防空系统。这里有几个说到的。首先一个，特朗普心心念念的要欧洲提高自己的国防开支，人家欧洲人提高了国防开支，但是人家不从美国买武器，对吧？这国防开支提高之后，他要买欧洲自己开发的武器，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放弃美国的爱国者，而选择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远程防空系统。第二个，丹麦应该是为格陵兰岛跟美国正闹得不愉快，所以这个91亿的大订单而在欧盟内部消化了。在欧洲9月13日，根据这个图片报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雷乌斯要求向乌克兰提供比政府批准金额多100亿欧元的援助，也就是国防部长建议再加100亿援助。值得注意的是，皮斯托雷乌斯提议在2026年和2027年分别向乌克兰拨款158亿欧元和128亿欧元，德国政府则仅批准了90亿欧元的拨款。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电报中宣布，其与波兰、英国、意大利领导人以及北约秘书长讨论了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和波兰发动无人机袭击后带来的新的威胁。泽连斯基强调必须采取联合行动来应对新威胁。他表示，我与波兰总理图斯克、英国首相斯塔默、意大利党会议主席梅洛尼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进行了交谈。我们首先谈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问题，这些无人机昨夜再次对乌克兰发动袭击，并飞入波兰领空。这次俄罗斯无人机数量大幅增加，嚣张程度也大大提高。无人机不仅从乌克兰境内飞进波兰，还从白俄罗斯境内飞进波兰。我们都清楚，这是俄罗斯采取的完全不同层级的升级行动，必须做出相应反应。泽连斯基表示，各国需要共同建立防空系统，在欧洲上空建立有效的防空屏障。同时，波兰的总理图斯克他在华沙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称，波兰将投资乌克兰共同开展的反无人机技术开发和防空系统现代化项目。图斯克称，华沙计划利用欧洲安全计划的资金，与乌克兰密切合作，开发新的反无人机手段，加强防空能力。波兰总理强调，资金不会成为障碍，我们将与乌克兰共同投资国防领域，跟乌克兰合作，防空成本会大幅度下降。北约现在还用战斗机挂载空导弹去防御无人机，那个成本太高。根据 CNN 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周五宣布，本周发生俄罗斯无人机侵入波兰领空事件后，北约决定启动一项新的行动，加强欧洲东翼的防御。吕特表示，东部哨兵行动将在未来几天展开，参与国包括丹麦、法国、英国、德国等。强调，东部哨兵将为我们的防御态势增添灵活性和力量，并明确表明，作为一个防御联盟，我们随时做好保卫准备。这个9月13号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全权大使罗迪翁·米罗什尼克表示，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保证，如果泽连斯基访问莫斯科，他将获得安全保障。什米罗尼克解释说，普京的保证是世界上现存最有力的保证之一。他说，也就是说，这对泽连斯基并不构成任何威胁。对他来说，主要的危险是，如果我们必须达成协议怎么办？这就是阻碍泽连斯基访问莫斯科的原因，而不是他去莫斯科有什么危险，没有什么危险会威胁到他。这个俄罗斯人很有意思，他居然说普京的保证是世界上现存最有力的保证之一。普京还有信誉吗？普京为什么不去基辅去谈判呢？或者为什么不去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或者安卡拉？为什么非要让泽连斯基去莫斯科呢？
还不是逼泽连斯基投降。这个泽连斯基已经放话，他说把乌克兰的任何一部分土地交给普京，以换取他停止战争，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解决方案，只是一个暂停。就像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后，2014年克里米亚和顿涅茨克事件后那样，我们需要战争有保障结束，我们需要对乌克兰的孩子们有保障的安全。也就是普京的所谓的承诺没有任何意义。我看网上有人报道，他说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地时间9月11日发布报告称，说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全军将士联合发表一份声明，称即便是泽连斯基总统在美国施加的压力之下和俄罗斯签订任何出卖国家领土和主权条约，他们也不会遵守，他们将战斗到底，夺回每一寸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这是我们身为军人的职责，即使我们粉身碎骨。乌克兰的总参谋部居然发表一份更强硬的拒绝领土换和平，也就是说正告美西方，你逼泽连斯基去签署土地换和平协议，那军方是不答应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差距还是非常大，双方的诉求。特朗普现在越来越发现这个问题。9月12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他误判了俄罗斯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实现和平的愿望。文章称，他说特朗普向他的亲信承认他误判了普京的和平愿望。该门户网站所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喜欢吹嘘自己控制世界事件和其他领导人的能力，但他似乎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影响那些延长俄乌冲突的和加沙地带冲突的人。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对于未能结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和加沙局势的失望情绪大致相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他对俄罗斯领导人的耐心正在迅速耗尽，并补充说他正在考虑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也就是特朗普现在已经意识到调停俄乌停火简直是不可能，因为双方差距太大。所以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媒体上突然发出了对俄罗斯的威胁，他发了一封致北约和全世界的信。他的信这么说的，他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致所有北约国家和全世界的一封信，当所有北约国家都同意并开始做同样的事情，并且所有北约国家都停止从俄罗斯购买石油时，我准备对俄罗斯实施重大制裁。如你所知，北约对胜利的承诺远未达到100%，而且某些国家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行为令人震惊。他这个说的某些国家到底是哪国家不太清楚，有可能说的是匈牙利、斯洛伐克。某些国家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行为令人震惊。他后面说，这极大地削弱了你们在与俄罗斯谈判地位和讨价还价的能力。他说，总之，当你们准备好时，也就是北约，你们所有的国家准备好了，我也准备离开。什么意思？准备，意思就是咱们一起对俄罗斯来实施制裁。特朗普说，就说什么时候？他说，我相信加上北约作为一个整体，对大国征收50%到100%的关税，在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结束后将完全取消，也将极大的有助于结束这场致命但荒谬的战争。特朗普说，他说大国对俄罗斯有着强大的控制力，甚至掌控力。俄罗斯这些强有力的关税将打破这种控制。最后他又说，这不是特朗普的战争，如果我是总统，这场战争就不会开始，而是拜登和泽连斯基的战争。我来这里只是为了帮助阻止这场战争，拯救成千上万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人的生命。这是一段贯口，一旦谈到俄乌冲突的时候，特朗普这一段贯口就要用上。这不是特朗普的战争，这是拜登的战争，就这一套。特朗普最后说，他如果北约按照我说的做，这场战争将很快结束，所有这些生命都将得救，否则你们只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以及美国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感谢你们对此事的关注。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首先，这个特朗普啊，再次对俄罗斯发出制裁威胁，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次。但是他制裁设置条件，就感觉非常难办，也就甚至设置这么苛刻的条件，那就表明这特朗普他到底什么意愿？他需要北约这么多国家全部同意，北约国家还有匈牙利，还有土耳其，还有很多，你很难说他们步调一致。所以特朗普到底是要制裁俄罗斯，还是不想制裁？还是说他把制裁俄罗斯不成的锅甩给北约，对吧？你们达不成一致，跟我没关系，你们这达成一致，我就制裁了。应该这么理解，但是我是这么理解的。首先，第一个，北约国家、欧盟国家要首先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能源，这个没什么好商量的。我看今天有媒体报道说，美国能源部已获得欧盟的承诺，欧盟将在2026年前完全停止进口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这是欧盟高级官员向路透社澄清。他说，欧盟计划更早兑现这一承诺。当然，主要是欧盟国家首先要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北约那些国家，北约应该没有什么国家再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了。但这个条件达到之后，我认为大国啊应该主动的减少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说过，大国现在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只比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多了一点，其实没增加多少。这里面主要是印度它以前基本上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比较少，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后，这印度疯狂的进口石油，倒卖到欧洲，大赚特赚，这个性质不一样。所以我倒是觉得，在欧盟彻底断绝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之后，还有天然气，大国应该主动的削减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的这个数量，比如降到现在一半，这个我就完全可以做到，既给了特朗普和欧洲的面子，对吧？也保住了跟这个俄罗斯的某些关系，也就是在现有的量上减半，既是向欧盟示好，主动向文明社会靠拢。实际上，我认为最理想的方案是把油价打下来，对吧？现在大概是不到50美元一桶，如果打到40美元一桶，实际上俄罗斯石油是越卖越亏，那真是在抽血。我对北约这么多国家步调统一的说要对大国加50%到100%的关税，我是不看好的。澳大利亚、加拿大，他们怎么可能跟美国步调一致呢？匈牙利、西班牙，我觉得他们恐怕得够呛，他们很难说因为大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他就要加100%关税。首先一个，特朗普自己都没有底气跟大国硬碰硬，他要拉上北约这么多国家垫背，说大家一起上，这不显得特朗普自己没底气吗？没底气，你要指望北约那些国家跟大国硬碰硬什么？就是关税啊。所以我倒是觉得特朗普这个置北约和全世界的信，实际上是有种甩锅的意思，明知不可为还要这么做，那就属于表演。我还再重申一下，即便特朗普这样，我认为只要欧洲和北约彻底的跟俄罗斯断绝石油交易，断绝天然气交易，那大国也应该做出一些表率，主动的，不能为了俄罗斯这个小数而放弃整个森林。不过特朗普说的也比较实在，这个战争一结束，制裁就取消，你该买你接着买去。泽连斯基也说他说我们必须找到方法影响大国，促使大国利用自身影响力对俄罗斯施压，推动战争结束。无论是特朗普说大国对俄罗斯控制力有掌控力，还是泽连斯基说这个大国对俄罗斯有影响力，我认为这都属于高估了。说实话，大国连朝鲜都左右不了，还能左右俄罗斯？美国都左右不了俄罗斯，大国何德何能左右俄罗斯？所以这个，对吧？我觉得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这种说法欠妥，就是过高的估计了大国的实力。这大国跟俄罗斯的交易一年也就2000多亿美金，这赶不上欧洲，对吧？整个欧盟跟俄罗斯的一年的交易是多少？最后我们再看看俄罗斯的经济。俄罗斯的央行称，预计俄罗斯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9月12日，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表示，2025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大幅放缓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意料之中的。他在基准利率董事会会议后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这一观点。该讲话已在央行网站上播出。俄罗斯
央行行长回顾说，去年俄罗斯经济面临过热，增长速度过快。据俄罗斯统计局数据，2024年俄罗斯 GDP 增长了 4.3%， 预计2025年将出现大幅降温。纳比乌林娜指出，目前形势更接近监管机构预测的下限。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估计，今年上半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放缓至 1.2%。宏观经济分析短期预测中心的分析师此前警告称，俄罗斯的经济衰退不可避免。专家预计，2025年俄罗斯 GDP 增速接近于零。黄俄说的俄罗斯越打越富裕，越打越有钱，神话破灭。哪有什么越打越有钱、越打越富裕的？大量的资源在乌克兰战场消耗掉，并不产生收益，对吧？100多万的军队要养，前线的那些士兵都是高薪，还有很多雇佣兵受伤了，他们要治疗，他们抚恤金等等。坦克、装甲车不要钱吗？每天那么多巡航导弹轰炸，飞机被打掉不要钱吗？可以这么理解，从现在开始，真正的是俄罗斯在出血，也就是前3年俄罗斯还没有出血，因为它还有家底，还有库存，还有福财，这3年全部消耗掉了。接下来真正的是在出血，所以确实这么下去了，俄罗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现在已经伤筋动骨了。普京说，莫斯科是地球上最好的城市之一，世界第2大城市经济体。莫斯科是世界第2大城市经济体，这个说明普京他不仅被国防部、被军方的那些人骗，后面加个0报给他，他还被国内经济部门或者是国务院被他们骗。就莫斯科那点人、那点 GDP 还能世界第2大经济体，你不要说世界了，你把长三角、珠三角搁在哪儿了？你把京津冀搁哪儿了？莫斯科才多少人？所以说，普京信息茧房非常厉害，非常严重，恐怕不仅对远在乌克兰的战场情况不了解，他就对俄罗斯国内恐怕也是不了解。毕竟他一直躲在地堡里面，确实也看不到真实情况，看到的数据都是人家在后面加个0的，有的加俩0。就是莫斯科的这个 GDP， 那后面加个0。那你也排不到第2，所以这0加了多少都是个谜。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